现在肯定有5个月。哎，我没有想到哎。新的演唱会《Like a Star》11月6号、7号、8号小巨蛋见，要起跑了，包括售票资讯，待会告诉大家。好。有一件事情就是，这边没事，这边没事。对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都已经直接往那儿看。这边没事，身材还是非常的紧致。好，这个故意穿那么紧的，就是证实不是巴豆舞台紧哈。有事才有事吧，又见不到。也对。对，没事没事，大家冷静哦，大家冷静。其实我去年11月底才发行了第11张专辑，30以后。但不瞒大家说，在我2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，我也会发行我的第12张专辑，而且它是演唱会的前导专辑。巡演主题曲像是一颗星星，就是当时疫情期间，其实他在台北待了2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中间就在收歌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词到底要找谁。然后我其实坦白说，通常我如果有找他合作，都是救火的情况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感觉到，我们其实是真的是比较不习惯太被注意，然后也希望工作是分开的。但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就他主动提说，我可以帮你写啊，这样，然后瞬间就写好。我觉得既然他都说了，那而且还有写那么快，然后我一配上整个曲，然后他也是就是立刻把编曲又弄好。只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突然就被叫回去要工作，所以我们录音是分隔两地录的。我在台北录音室，然后他在那个其实就是远端。哎，我没有想到哎，哎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太忙了。我觉得我好像比较 care 的是专辑的那个宣传进度表，每天看的都是唱片公司发给我他们几号要上什么东西，什么都在对这个，比较没有留意到自己私人生活。就流眼泪，然后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当有感性的事情出来，他就会用搞笑来化解。他就是说没事，我还活得好好的这样。对，那你就会觉得算了，就是自己哭反而很好笑这样。12点多一些，他突然说七夕快乐，然后我其实不知道今天是七夕，然后他也不太是会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知道是七夕，然后可能他知道了就觉得要说一下，但我很开心因为就是他不太。我们俩都不会去重视这个东西的人，但是突然你得到了一个这样小小的祝福，就会觉得很温暖啊。双方的心智要够成熟，然后双方都是不闲的人，真的都要很忙，真的很重要。就算你工作不忙，你私人也很会安排自己的事情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这2个是很大的要素，然后再来彼此的心靠不靠近也超级重要。那对我来说，什么信任感什么这些，就是这个跟距离没有关系，谈一段恋爱就是基本的。对，演唱会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大家一定会觉得值回票价。然后我也希望你们看着的时候可以为我感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森林。